女人每日最重要嘅事情就係打扮自己，每日都將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bling bling， 反正就搏命靚就係啦。女人只要靚，足夠靚，足夠頂，樣貌身材都足夠頂級，做個頂美，咁就大把男人爭住為你使錢，大把男人爭住付出。我睇到評論區有好多女人話：我一杯奶茶呃唔到，男人好窮為我使錢。你梗係啦，你成個婆乸咁樣，成個男人婆咁樣，足夠靚女，絕對唔會缺男人為你付出。呢個唔使下一個爭住過你。我睇到嘅現象就係咁樣嘅。你使唔到男人錢，咁啊講明你扮到自己唔夠靚，真係咁樣。女人只要足夠靚，你想要嘅任何嘢都會嚟。女人個美貌，女人個顏值，可以兌換人世間嘅所有事情，車樓、人品，甚至可以兌換道德，甚至你可以犯好嚴重嘅錯誤，都有人去包容你。你足夠靚就得㗎啦，除非你唔夠靚。